讲到前几天连续落雨是落几落天，苗栗泰安的标62支一线的山径，今下晡3点外有这大粒石头连落来，去击到一台轿车。这车顶的驾驶和乘客有2个人掉伫内面。这经消人员赶到现场，驾驶救出来送病院，犹原救无回来。那另外一个乘客救出来时阵已经死亡啊。 红色轿车尾翘悬悬，一粒大粒石头跌伫车顶，规台车严重变形。苗栗县泰安乡苗62支一线，车人下晡3点外传出山坪大粒石头落落来跌到车的事故，警消急步到场抢救。车顶有2个查甫人伫内底，驾驶59岁姓陶的查甫人救出来时阵已经无性命迹象。那泰安分队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2名患者直接没有意识。那目前已经将1名患者救出送往医院，那另外1名患者正在救治中。 消防局表示，这台红色轿车是开往清安国小的方向，向去大粒石头击到，驾驶送医抢救，到尾救无转来。公车乘客救出来时阵已经明显死亡。泰安乡公所是讲，道路山坪因为连续几天落大水雨，变甲真松软，才造成不幸意外。初步了解，2个死者是大湖乡的居民。因为最近下了一整个月的一个好大雨。 我们山区里面的道路，经过今天的太阳的曝晒，对这个交通边坡的路面都非常的松软。应该好像是大湖乡的居民，来这里工作，可能回去了以后呢，就碰到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。泰安乡长是讲，大粒石头跌到车意外，造成苗62支一线双向交通中断，车内2个人救出来了后，公所随进行抢通作业。伫暗时6点即下昼已经会当单线双向通车。若是道路外边发现有路基崩塌，会持续警戒，当时抢修。民众即阵开车进入山区，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记者采访报道。